我非常感谢来自于台中大甲爱乐室内乐团带来的演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掌声再一次欢迎大甲爱乐再次登场，以及文华高中舞蹈班，透过音乐和舞蹈揭开我们启动仪式的序幕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上以及舞者从四方摇动而出，象征今日的主题。双管共起，八方并战，启动仪式即将正式开始。接下来，文华高中的舞者会引领贵宾共同来到台上进行拉彩仪式。有请台中市卢秀燕市长、三大事务所、妹岛和氏建筑师、西泽立卫建筑师、文化部李进惠政务次长、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陈家军局长、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、台中市立美术馆赖一新馆长、台中市立图书馆曾慧